該梁老師。恭喜晒咁多位畢業嘅同學，同埋唔該晒嗰班嘅班主任，有請潘校長留步。程序7頒發獎項，而家再次有請潘校長為我哋頒發優異生獎。優異生獎6A 班黃靜瑜，佢同時獲得李耀波獎學金、李耀波分科地理科獎、李耀波分科通識科獎。恭喜晒梁同學！另外6A 班陳古林同學，除咗獲得優異生獎外，亦獲得李耀波分科英文科獎、李耀波分科經濟科獎、李耀波分科歷史科獎。恭喜晒陳同學！而6A 班袁子健同學，除咗獲得優異生獎外，亦獲得李耀波分科數學科獎。恭喜晒袁同學！6A 班黃家晴同學，除咗獲得優異生獎外，亦獲得李耀波分科通識科獎。最後6A 班陳家朗同學，除咗獲得優異生獎外，亦獲得李耀波分科數學延伸科獎、李耀波分科物理科獎。唔該潘校長，請就座。而家有請李校監為我哋繼續頒發李耀波分科獎。有請。6A 班郭家輝同學同時獲得生物科、化學科分科獎。化學科6A 班陳志聰。中國歷史科6B 班陳子欣。倫理與宗教科6B 班林子豪。旅遊與款待科6B 班盧運區歐陽子慧。日文科6C 班張俊生、林偉恒。請李校監留步，繼續為我哋頒發校外獎學金獎項。首先係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6A 班黃靜瑜。另外，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6C 班陳巨星。
該你校監請就座。而家有請家長教師會主席鄧炳才先生為我哋頒發家長教師會十優生獎項。第一學期6A 班陳曉琳，6A 班鄧曉康，6A 班袁子健，6B 班黃嘉晴，6C 班陳巨星，6C 班吳志聰。6A 班陳珠聰恭喜晒咁多位同學，唔該鄧先生，請就座。而家有請校董梁家明師兄為我哋繼續頒發2014至15年度學生會內各服務表揚。主席6A 班冼慧樂，副主席6A 班張旭燕、吳培森，副幹事6A 班陳珠聰、陳康怡、陳家朗、張敬欣、何軒樂、呂靜文、鄧耀康。6B 班張敦志、黃顯博，6C 班陳子婷。有請6A 班冼慧樂代表領獎。而家頒發係2014至15年度試社社長服務表揚。名社6A 班黃靜瑜，6D 班徐雲峰，德社6A 班陳曉琳，6B 班辜穎仁，智社6B 班鍾斌，6B 班許佑美，善社6B 班湯子婷，6D 班林景峰。而家有請6B 班湯子婷代表領獎。領袖生隊長6A 班鄧耀康、陳慧、陳家朗。領袖生小隊長6A 班陳曉琳、張旭燕、鄧慧儀、袁子健。6B 班蕭天嘉、湯子婷、黃盈彤、黃雪瑩。6C 班陳子婷。有請6A 班鄧耀康代表領獎。唔該梁師兄，請梁師兄就座。而家有請校董黃美少修女為我哋繼續頒發獎項。首先嘅係香港青年協會義工嘉許狀，服務時數達200小時，獲獎名單包括6B 班蕭天嘉、6C 班陳子蓉、6C 班廖子晴、6C 班黃曉彤、6C 班黃秀清、6C 班余子玉。接住落嚟係頒發服務時數達400小時嘅同學，6C 班余嘉韻，6C 班陳燕賢，6C 班吳志聰，6C 班陳瑞星，而瑞星同學亦都為我慶恩二人行學界義工傑出義工獎，而本校亦都獲得超卓學校策劃獎。
該黃修女，請黃修女就座。而家再請潘校長為我哋頒發高中歷史科獎學金。獲獎嘅係歐正文同學，佢喺2014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成績奪得5星嘅佳績。政府校長劉浩繼續為我哋頒發獎項。程序法頒發長期服務獎。校董會為咗感謝喺培正服務多年嘅老師、職員同工友，為此學校特別頒發長期服務獎，以感謝佢哋貢獻。而家有請潘校長幫我哋頒發喺培正服務咗10年嘅鄭慧文老師。楊佩華老師，請潘校長就座。而家有請黃月少修女繼續為我哋頒發喺培正服務咗15年嘅陳俊賢老師。方一莉老師，趙家海老師，蕭婉欣小姐，係伍強先生。唔該曬黃修女，黃修女請就座。而家有請你嘅校監為我哋頒發喺培正服務咗20年嘅黃建儀副校長。宋慧思小姐，何玉娟老師，但由於何老師今日公務在身，獎項將會稍後頒發俾何老師。接住落嚟嘅係頒發今年即將榮休嘅員工，其實係張遠和先生。
黎展強先生。教師會主席鄧炳才先生有幾句説話想同大家分享，有請鄧先生。好多謝李立德司校長請我哋家長教師會出席呢個咁盛大嘅一個畢業禮啦。咁其實我哋家長教師會咧就成立咗之後咧，我哋其實每年咧都會有10優生，咁即係都頒咗獎啦。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喺做咗主席4年啦。咁啊，第3年第2年開始，我哋更加會頒個獎嘅就係我哋家長教師入邊嘅教師或者副校咧，好多時都會做1、2年咧就離開。不過呢，佢哋就唔係走喎，佢哋係真係會升做校長。咁今年都唔例外喎，所以我哋家長教師會，我哋邀請我哋幫我哋服務咗2年嘅許老師。許老師咧，我哋家長教師有幾深切多謝佢。喺家長教師會服務啦，大家喺學校交流咗咁多嘅學生。要許校長先啊！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唔好意思，其實我係冇準備到嘅，我真係完全冇準備到嘅。咁但係就我喺度要好多謝培盛啦，培盛中學，因為咧培盛中學係我第一間入嚟教，即係我教生涯嘅第一間嘅中學。咁所以其實我真係好唔捨得。咁我好多謝咁多年同我一齊合作嘅同事啦。俾咗好多包容啦，教我好多嘢啦。咁包括在座嘅潘校長嚇，我多謝蕭校長啦，俾咗個機會我啦。咁更加要多謝在座嘅中學嘅同學，因為咧應該你哋好多都係我教過嘅同學啊。係啦，以後咧就冇水嘅嚟叫啦，亦冇山姐嘅嚟叫啦嚇。咁就我會好似潘校長老師所講嘅，我希望我自己都係夾嘅狗。咁去到邊度都可以咧，將我喺培盛學到嘅嘢咧，都貢獻翻呢個教育界。嗱，我以上講嘅嘢其實我真係完全係冇準備過，非常之特別啊！咁我要講嘅唔多，多謝各位。致送紀念品，有請校監李敬志先生贈送紀念品與嘉賓潘永強校長。感謝兩位，請就座。程序室校務報告，有請蕭校長。我覺得第時咧喺用2個咪咁講嘢嚇，即係佢真係幾得意。好，同大家打招呼下，校監、各位校董、家教會主席、黃修女、嘉明、兩位副校長，同埋我嘅以前嘅拍檔潘校長，各位家長、來賓、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晚安。真係咧，即係阿潘校長咧，佢教我哋嘅嘢咧，即係大家要記得喎，嗱，以後咧都係咁樣嚇。咁咧就有好幾樣嘢想同大家報告，不過咧校務報告裏邊嘅文字稿咧，大家可以喺你哋嘅file裏面睇到啦。我哋咁集中講翻幾件事。咁首先第一樣咧，我要回應翻阿許老師，而家叫許校長啦。其實咧呢種嘅訓練咧都係需要嘅，突然之間有人俾人叫你起身講嘢啊，或者突然之間有啲突發嘅要你企出嚟代表學校啊，啲咩都係一個訓練。咁你好叻，我諗你一定做得一個好校長係嘛？好啦，第二樣咧就喺學校嗰個發展上面咧，我諗家長你記唔記得6年前你嚟嘅時候都係第一次見我。咁眨下眼咧，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咁今年我喺呢度都服務咗第6年啦，就完啦呢1年。咁你仲記得7月嘅時候咧，當年嚇咁啲小朋友仲係好細個啦，咁樣就係好頑皮啦。有啲又喺過程裏邊家長又好擔心佢哋培訓啦。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問題問咧就係你哋學校有冇黑社會啊咁樣？因為喺門口咧好多當時都唔係話學生咧，又染晒頭髮啦，又食晒喺度食煙啊之類咁，都會擔心。我諗呢個擔心係正常。我嚟到嘅時候有冇擔心做呢度嘅校長都有㗎，不過就唔係因為擔心佢有冇黑社會，我擔心我夠唔夠呢個時間睇住你呢屆畢業。因為以往我成日都俾人調嚟調去咁樣，咁而家就即係足之有第1屆咧，由頭到尾跟到畢業嘅同學。咁而當中都有一屆有一啲班嘅同學咧，咪有一路教下佢啊，咁樣同佢經歷過咁咧就都有啲唔捨得你哋，咁咧就但係都要同你講聲咧，即係話即係雖然唔捨得，咁但係你哋咧可以咧時時都翻嚟嘅。正如今日在座當中咧有幾位我想同打招呼嘅，阿豪係咪？好耐冇見啦喎，有冇掛住我啊？咁我咧希望咧阿豪咧即係身體健康啦，快啲好翻啦。等間留低我同你傾幾句好唔好？咁咧就另外有啲喺舊年我哋同學咧去咗韓國讀書係嘛？嗰2位同學企起身先，同大家打招呼埋啲師弟啲師妹嚟㗎啦。呢個係師兄師姐，覺唔覺得佢似咗韓國人啊？唔似，我覺得佢仍然係中國人。咁不過佢靚仔咗又靚女咗啦嚇。咁我希望咧大家即係得閒就翻嚟好似佢哋咁樣。即使你可能你話我去咗美國讀書，或者係去咗台灣讀書，或者係邊度都好，放假翻嚟探下你嘅老師，探下你嘅即係師弟師妹，因為你哋自己咧跨級咧都係認識嘅。咁今日開場嘅時候咧，校監提到我哋係50屆畢業生，50屆畢業禮，其實好有意思嘅。你哋經歷過咧係培聖50週年校慶，咁你又啱啱咧今年你畢業嘅年咧就係第50屆，咁你唔會唔記得你喺培聖呢度嘅日子6年。我覺得係太快，即係頭先啲家長有啲眼濕濕見到佢哋。其實係嘅，我就有啲即係點講有啲眼濕濕㗎，不過我諗你嗰邊睇唔到。咁但係咧喺你長大咧，下邊有幾個嘅願望都已經寫咗喺我嗰個嘅長刊裏邊啦。咁我唔想重複嗰度，不過我想報告翻咧，即係既然係校務報告咧，講學校嘅一啲嘅轉變，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得閒咧翻嚟指導下咁樣。仲記得校長咧喺同大家經歷嘅時候，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有所謂培聖 Apps 係咪？咁咧有同學咧家長就覺得 OK 適用啦，咁但係咧就學生有少少咧即係覺得好煩。咁但係我想同大家提翻咧，培聖 Apps 咧係對你嚟講嚟緊係仲係有用㗎，而且你必須咧都要繼續 hold 住佢 keep 住佢，換手機都要下載翻佢。咁我用意係咩咧？就係校友會同你哋嘅聯繫咧。其實過去嗰幾年我哋搞咗好多關於咧請假啊、得通告嗰啲去整理翻。咁而家呢個年度咧，我哋就會開始咧全力咧擺喺其他嘅功能上面。其中一個咧係你哋校友會嗰個聯繫嘅做法，包括咗啲校友會嘅消息啦、學校嘅近況啦。我哋而家有如果校友會就會知我哋有培聖家書咧，係透過電郵咧俾你哋嘅。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只係一個電子稿，咁好方便咧，我哋都會擺翻喺你哋嘅 Apps 裏邊。即使你身處第二啲地方，你攞唔到電腦嚟到睇，
你都可以睇到咧培盛嘅家書，知道培盛嘅近況係如何咁樣。咁所以陣間如果你有需要呢樣嘢未曾下載嘅咧，咁你就可以咧喺嚟緊嘅呢個禮拜或者其他日子咧翻嚟咧揾翻我哋嘅同事咧幫你睇下點樣設定翻你嘅密碼等等。我講嘅所有畢業生嘅同學，你都可以用呢個方式嚟聯繫攞翻我哋嘅資料。第二樣咧就係話學校咧喺過呢幾年咧陸陸續續，我哋嗰個喺社區裏邊嗰個發展咧，即係得到好多社區地區人士嘅認同啦。咁有好多嘅幫忙咧俾到我哋。咁其中一樣咧就係話都有好多唔同嘅校友佢係繼續捐助俾學校咧，幫我哋好多嘅學業啊或者學生嘅發展。咁咧就呢度我諗要即係衷心多謝之外咧，佢哋唔單止係捐錢捐出埋嚟。咁最近咧就有喺一批嘅80年代畢業嘅校友咧，咁就開始咧舊年到今年第2次開始繼續幫手啦。就係每年都有啲嘅獎項咧，就佢哋覺得咧唔單止要俾獎學金，同一時咧仲要咧係請佢哋啲學生食飯咁樣。咁咧就我哋會揀啲嘅同學咧，佢嘅成績表現優秀嘅咧，就會跟呢啲嘅校友咧外出咧係去食晏啊、貼錢佢，藉以咧增加佢哋嘅社會經驗啦，將呢啲校友佢嘅經驗咧可以喺食晏嘅時候啲同學咧講下咁樣。咁但係咧佢哋都唔係時時嚟到㗎，我哋要事先咧同佢哋夾佢哋譬如放假嘅時間，特登抽時間同大家見面咁樣。咁所以你哋畢業啦，中六嘅同學，你哋都會係一啲咧被邀請嘅，包括咗可能你喺外國生活嘅經驗啦，包括咗你喺應考嘅時候需要嘅困難點樣克服啊，你嘅經歷係如何啊，都係翻嚟同你分享。OK， 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咧呢一個我諗其他間唔知潘校長有冇見到一個我諗頭先台下咧中午嘅同學應該未知裏邊嘅嘢，但係中六應該打開個睇嘅。打開咁我而家打開個俾大家睇下。咁咧其實咧就右邊咧會有我哋嘅校訓啦，就係校訓係乜嘢啊？唔識嘅咧就睇翻你哋即係手冊啦嚇，明德至善。咁咧就咁另外一邊當然就係擺你哋嘅證書啦。咁但係最緊要係封底嗰個校監同學咧都商量過咧，即係我哋俾翻一句説話，大家咧希望你一世都會知道嘅。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呢個係聖經以賽亞先知書嘅其中一個章節。我諗我哋喺照顧你哋嘅路程裏邊咧，我哋真係知道大家咧曾經有啲時間喺迷失，唔知點算，或者你遭遇到生活裏邊咧啲好大嘅困難。咁但係透過你哋嘅老師，其實已經幫咗你哋好多。嚟緊嘅話，我諗你哋同學之間互相去幫助又好，翻嚟學校揾我哋都好，都係我哋樂意咧幫大家嘅。咁所以每次你揸住呢本嘢嘅時候，就算拎住見工望一望，點講啊？見工咁點啊？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又或者，如果你話你去外國升學啦，帶住呢本喺身邊。帶住呢個喺身邊，喺外國讀書，望住佢，遇到呢個學業上面嘅困難，都係講嗰句：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我諗作為今教會嘅學校咧，我哋信我哋嘅上主，我哋希望佢咧喺你哋身邊咧，永遠都照顧你哋。最後一點啦，即係我唔想大家睇咗時間，我要睇你哋嘅表現咁重要係咪？咁咧就喺嚟緊嘅幾十分鐘裏邊，除咗睇表演之外，再呼籲今日咧係我嚟第6年裏邊咧見到最多家長出席嘅畢業禮。嗰日阿師傅又問我印幾多？咁嗰日咧，我又同佢講，我話回覆嘅人都唔係少㗎啦。咁我話印50，我話得唔得啊？50。跟住我話有啲係2個嚟嘅喎，咁就100啦。咁但係今晚應該派完都唔夠嘅，應該係。即是咧，其實咧，我諗我哋嘅同學，畢業生嘅同學，你真係要多謝你嘅父母，因為佢哋咧睇住你哋呢6年嘅轉變，你哋嘅進步。突然間咧，除咗揀食嘢嘅時候咧，記得先不俾你哋嘅父母。揀影相嘅時候，應該係先同你嘅父母影相。同學仔，你影到幾嘢都冇問題。但係先同你嘅父母影張相，好唔好啊？攞埋有冇呢張嘢啊？你有冇呢個封套㗎？先
哦，等陣間你哋攞到嘅時候咧，雖然係一個未有證書嘅，因為我哋咧要對名俾翻你哋啦。證書咧就喺你哋7月10號翻嚟就有證書俾你哋。咁但係咧呢個封套咧，其實你介唔介意拎走埋？今晚同家長影張相好嘛？好嘛？咁如果你哋真係第一老師間協助下佢哋，如果需要咧就俾佢哋拎去，但係認主人攞過好咯喎，即係攞多都會嘅，其實呢啲，因為佢裏邊你不要害怕講幾多次都得，但係呢個一件就得㗎啦，好唔好？嗱，我希望大家咧今晚真係盡興，同你哋父母好好咁去影多幾張相。嚟緊日子裏邊，你再有其他嘅畢業典禮，或者你人生啲重要階段，譬如結婚啊、生仔啊，咁嗰啲都要問翻你父母，真係影張全家福，開心心咁。記得父母係你哋一世嘅依靠。多謝大家。多謝晒蕭校長就助程序11致感謝詞，有請6B 班羅雲區、蘇慧龍兩位同學代表全體畢業同學致感謝詞。主禮嘉賓潘偉強校長、校監李敬士先生、黃美少修女、蕭校長、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6B 班嘅蘇偉龍。我係6B 班嘅盧雲區，非常感謝大家出席我哋嘅畢業典禮。我哋代表畢業同學向各位致以萬分嘅謝意。6年嘅中學生活已匆匆飛逝而過，當中有笑有淚，令我哋喺校園留下唔少嘅美好回憶。我哋由當初懵懂無知嘅黃毛小子，經過6年嘅悉心栽培，依家每位同學都長大咗，都各有所長，獨當一面。今日之後，我哋將會分道揚鑣，各自追逐自己嘅夢想。有部分同學會繼續升學，另外一個同學就會投身社會，難免感到依依不捨。回憶起6年嘅青葱歲月，點滴在心頭。呢啲係我哋生命中最美麗、最珍貴嘅回憶。我哋希望藉此機會，多謝喺呢6年間陪伴我哋身邊嘅人，多謝佢哋嘅支持同鼓勵。首先，我哋向在座各位恩師致最衷心嘅感謝，因為喺我哋中學生涯中，老師同我哋嘅關係非常之密切，擔當住重要嘅角色。喺學習上，老師係我哋嘅指導者，為咗我哋嘅成績，佢哋盡心盡力傾囊相授；每當我哋遇到唔明白嘅地方時，佢哋都會耐心咁幫助我哋解決問題。老師有時就為我哋準備大大小小嘅測驗同埋練習，鞏固我哋嘅學習基礎。雖然我哋嘅抱怨點解測驗功課咁多，感到好大嘅壓力，但係我哋有冇試過企喺老師嘅角度去諗呢？我哋做1個鐘頭嘅試卷，老師喺背後所付出嘅時間同埋精神，絕對係我哋嘅好表現㗎。除咗書本上嘅知識外，老師亦係我哋嘅人生導師。佢哋經常同大家分享人生經驗，讓我哋做好踏出下年嘅準備，步向人生另一個階段。每當我哋感到迷失嘅時候，老師都會給予我哋鼓勵同幫助。尤其喺我哋近日要面對公開試、升學、就業嘅困難時，老師都會為我哋提供寶貴嘅意見，俾信心我哋去面對挑戰，幫助我哋走出呢個逆境。例如，老師喺好多時候喺報章或者喺網上睇到有關嘅升學資訊，都會第一時間咁通知我哋。呢啲都係源自老師對學生嘅一份關懷。各位老師辛苦晒，大家嘅愛護，我哋永遠都唔會忘記。今日嘅畢業禮亦都係我哋成長嘅見證。而喺成長過程中，當然不得不提嘅係對我哋100%支持嘅父母。喺我哋考試成績不如理想嘅時候，你哋都會唔開心，甚至會責罵我哋。但係我哋心裏明白，你哋都係出於關心，緊張我哋嘅前途，緊張我哋嘅未來。尤其喺我哋要面對公開考試嘅時候，你哋都會全心全意咁支持我哋。無
為我哋提供一個平靜舒適嘅環境，等我哋可以專心去温習。例如每晚犧牲睇電視嘅時間，每日不辭勞苦咁為我哋準備喜愛嘅食物，甚至省吃儉用，為咗俾錢我哋去買補充教材，俾錢我哋去補習。你哋嘅默默支持都係我哋最大嘅動力。當公開試越嚟越接近嘅時候，我哋越嚟越擔心未來嘅前途，壓力亦都越嚟越大。有時候我哋嘅態度或者會唔係幾好，唔聽你哋嘅説話，甚至會頂撞你哋。但係你哋冇因此而生氣，反而會體諒我哋。因此，為咗借今日嘅機會，衷心咁向在座各位爸爸媽媽講聲多謝你哋。最後，我哋想感謝在座同我哋一齊走過6年中學生涯嘅兄弟姊妹，由中一初認識，互不了解，慢慢地一齊經歷困難，一齊分享快樂，直至現在，我哋已經建立咗一份深厚嘅感情。就係喺陸運會、社際活動、班際活動中，我哋都會傾盡全力咁為同學打氣，大家都十分投入當中嘅過程。而且喺學習嘅時候，雖然我哋係競爭對手，不過我哋都會互相幫忙，一齊努力，希望取得理想嘅成績。我哋呢班戰友互勵互勉，一齊走過唔少嘅崎嶇道路，攜手跨過一個又一個嘅難關。呢啲難忘嘅經歷係我哋美好嘅時光，亦係牽滿一生嘅歷程。各位兄弟姊妹，多謝大家令到我哋6年嘅中學生活變得豐富多彩。雖然將來大家相處嘅時間或者會少咗，但我哋相信大家永遠會珍惜呢份情，繼續將培正大家庭嘅溫暖延續下去。今日我哋畢業啦，將要離開呢個見證我哋成長嘅地方，展開人生另一個里程。喺呢度，我哋衷心咁祝福各位畢業同學前程錦繡，老師桃李滿門，母校校譽日隆，大家身體健康。多謝。我稍兩位同學講出我哋全體畢業同學結心計劃。程序12，學生表現。而家先請校監李敬志先生、蕭思全校長、史萬勝副校長、黃建如副校長陪同嘉賓先移玉步到台下就座。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其實我哋一眾中學嘅同學，對學校、對一眾老師同埋家人嘅感謝之情，實在難以三文兩語可以表達出嚟。為咗表達我哋嘅謝意，我哋邀請咗學校嘅2隊 band 為大家獻唱。第一隊嘅 band 係6A 班徐良福同埋6A 班陳正賢同學，佢哋所帶嚟嘅歌曲係《高山低谷》同埋《時差》。
大家好啊，我係畢業班多班嘅曹龍峰，咁好榮幸今日可以喺度唱兩首歌俾大家聽，咁希望大家中意。第一首係時差。晨早天邊一看日出，我已在國門，但你仍在夢裏面暢遊，同時一起也在走，直到天黑。獨自回家小飯，一個人路過，在夜涼靜住在熟陪你等的一個時機，這時間。似是間，時氣偏差也追慣。若然難遇見亂照談，更要珍惜這緣限。時差神差，要怎的一個小分岔，就算今天一個在家，從無端天天等你歸家，這段晨早。手機拍下他，給你傳一下。如果他朝死去，或者我已在某地，但你仍在夢裏暢遊。與我一起挽着手，若已天黑，只需靠點想像，放我陪着你。我已在某處熟陪你，隨時交出我自己。這時間似時間，而你我始終會消散。若然還石也不再還，更要珍惜這時間。就算是時差神差，要怎的一個小分岔，就算今天一個在家，從無端天天等你歸家，這段晨早時差，會看手要黏你一下，縱使只一個想落下，以手機拍下他，空氣全密碼。生計沒法有最後，不過人在世上最終就是等候，完成品不會馬上有，完成就等發後方可有你我都要，無常時差領略透，就算是時差。神差，要怎的一個小分岔，就算今天一個在家，從無端天天等你歸家，這段晨早時差，會看手要黏你一下，每天過仍在水月華，一種花當詞話，給你還一下。咁之後第二首歌就係我諗好多人都識、好多人都中意嘅《高山低谷》。咁希望大家識唱嘅一齊唱啦，好嘛？站在雪內就如仰你，在夕陽下寂寥下沒權力見你，縱使高地山低你都將你無分隔冷氣，失去人情味，你那
希望剛在座各位聽完先首高山低谷之後，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有屬於佢自己嘅高山同低谷。如果你哋達到你哋嘅高山，希望冇驕傲；如果你哋處於低谷，希望你哋克服困難，跨過低谷，攀上巨山，活出屬於自己嘅非凡人生。而家接住落嚟係第二隊嘅 A 隊。